走在欧洲的建筑物前，正专注欣赏着这个建筑物的美好，突然旁边的水柱冒出水来，真的是会吓一跳，但也觉得这个设计是像小孩般的挑起我们那个内在的孩子的那个有趣性。然后退一步以后，更看见有一个阿公在水柱中慢慢推着他的身子经过了这水柱，慢条斯理的。这个画面啊，真的是很安慰人。因为让我们不禁想到，人生中真的有那突然来的你措手不及的。但衣服就是湿了，但就是有一些没有办法按照我们原先计划的，就这样发生了。想想人生中真的有太多这个时刻，真的是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上帝并没有来应许我们每天都是好日子，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不是，他是告诉我们会一天当中每个人都会遇到试探，但我们每一次在那样的试探中，我们是不是做对的选择，还是我们做错的选择，我们需要为错的选择付出代价呢？在圣经当中，保罗教导我们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忍受得住，也就是我们会有机会要去忍受，但这位上帝跟我们一起度过。所以我们来感谢，我们有哪个方面有主你陪我度过，给我一条出路呢？现在需要主你帮助我，正在忍受那个试探，请为我开一条出路。家庭当中我们数算恩典，曾经叫我们忍受得住试探，为我们开路的是哪一个美好的经验呢？手牵手祈祷的手，